大家好，我係香港物理治療學會物理治療師 Aden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糖尿科護士協會嘅秋雲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物理治療學會物理治療師 Jeffrey。好高興可以透過今次嘅影片，同大家介紹運動喺治療糖尿病嘅重要性同好處。世界各地好多嘅醫療組織都有提倡適當嘅運動，可以幫助糖友控制體重、減低身體脂肪量、增加胰島素敏感度，同時可以增加肌肉量、提升新陳代謝率，令到身體更容易消耗多餘嘅血糖。今日都會同大家介紹一啲可以喺屋企做嘅上肢運動，但係做運動之前都要留意以下事項啊！注意血糖水平。運動前後檢查血糖。運動前要保持良好嘅水分攝取，避免脫水。運動過程中，如果出現咗低血糖嘅症狀，例如飢餓感、出冷汗、頭暈、心悸或者其他不適，應立即停止運動同埋檢查血糖。如果血糖低過4度，應該要即時處理，例如飲半杯汽水、果汁或者食3粒糖。每次運動前後要檢查腳部嘅皮膚，注意有冇傷口而唔為意。安全注意事項。做運動嘅時候，我哋應該選擇啲乜嘢衣着？大家要着一啲適當及寬鬆嘅衣物，令到身體關節可以自如活動。太熱或者太凍嘅天氣都唔適合進行肌肉鍛煉運動，可以選擇喺室內進行運動。選擇喺咩時間進行運動會比較合適？建議喺餐後1至2小時內運動，咁樣更加有效降低血糖。應該選擇啲乜嘢輔助運動器具？選擇一啲穩陣嘅家私，例如台或者凳，用作依靠，防止跌倒。亦都可以選擇一啲阻力橡筋帶、啞鈴、沙包、水樽之類嘅物件作為重量。阻力橡筋帶通常會喺復康店或者運動鋪有得賣。注意橡筋帶顏色唔同，阻力亦都會有唔一樣。可以因應自己能力去決定選擇一啲適合自己嘅橡筋帶。點樣有效又安全咁進行運動？運動前記得要做熱身運動，注意運動嘅時候保持呼吸暢順，切勿閉氣發力。做運動嘅時候，我哋都要量力而為，可以喺決定運動下數嘅時候參考10RM 原則，即係選擇一個重量你可以應付到第10下，而且感覺有負擔，好難再做到第11下，呢一個重量就係你嘅10RM 啦。開始運動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選擇10RM 作為你開始嘅磅數，等身體慢慢適應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做一啲上肢運動。開始運動之前，我哋要先準備以下物品。首先，我哋要準備2個水樽、1條毛巾同1條橡筋帶。站立或坐好，夾緊毛巾，雙手持阻力帶繫於前方，拉緊阻力帶，手臂向外旋轉45度，維持3至5秒，重複10次。站立，雙手緊握阻力帶，舉高，一隻手固定在前方，另一隻手將手踭拉後，收緊肩胛嘅肌肉，維持大約5秒，重複10次。
企直，雙手各持水樽交替進行以下動作：屈曲手踭，朝天舉高手臂，保持3至5秒，手回到肩膊，然後垂下，重複10次。坐好或企好，手持水樽，另一隻手扶穩手踭，然後屈曲手踭關節，保持3至5秒，重複10次。坐好或企好，手持水樽，將要鍛鍊嘅一隻手踭指向天，然後用另一隻手用作支撐，將手踭連同水樽伸直，保持3至5秒，重複10次。運動後如果有肌肉酸痛嘅話，我哋可以點做呢？運動之後有機會有肌肉酸痛，通常維持1至2日會消失。如果有咁嘅情況，可以喺下次運動嘅時候調節運動嘅下數或者重量，等身體慢慢適應。
一啲溫和嘅伸展運動，亦都可以幫助減輕運動之後嘅肌肉酸痛。跟住落嚟會同大家介紹點樣保養橡筋帶。運動橡筋帶嘅保養建議有3：一、清潔，定期清洗，用溫水同埋少量嘅肥皂輕輕清洗橡筋帶，避免使用強烈嘅清潔劑，確保清潔之後徹底沖洗乾淨，然後風乾。第二，妥善存放，避免陽光直射，將橡筋帶存放喺陰涼、乾燥嘅地方，避免陽光嘅直射同埋高溫。第三，我哋需要定期檢查橡筋帶，我哋要定期檢查橡筋帶有冇磨損、裂痕或者變色。如果發現有問題嘅時候，應該及時更換。今日我哋嘅上肢強化運動就先練到呢度先，大家返去做嘅時候記得要量力而為。另外，我哋都需要每日練習我哋運動，先可以達到一個強化嘅效果。加油！